深圳普瑞星耀眼科再度引領行業技術升級，全國首批、深圳首家引進新一代機器人全飛秒 Smile Pro 散光矯正增強版，刷新大環區激光矯視新標準。全新技術依託 IOL Master 700生物測量儀加 VisualMax Max 800連機匹配，通過虹膜圖像智能識別與眼球旋轉自動補償系統，將散光軸位控制精度提升至1度，為近視合併散光患者帶來更精準、更穩定、更個性化擲鏡體驗。IOL Master 700生物測量儀加 Smile Pro 除了大幅度減少掃描時間，降低術中失級風險，還在原有 Pro 的基礎上疊加了全自動中心定位和散光的自旋補償，提高散光的矯正精準度，全面升級，給患者帶來更好的手術體驗和更優的手術效果。全飛秒 Smile Pro 不僅用於大散光人群，對於散光敏感、散光佔比高、逆規斜軸散光、眼球自旋角度大這幾類人都適合。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將持續接軌國際前沿矯視技術，為近視患者提供安全、優質的激光矯視服務，重塑清晰視界。